Yo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我係詞窮，我係胡迪。今日講咩戲啊？胡迪，今日就講呢套《買兇拍人》。買兇拍人呢套呢係一套黑色幽默、輕鬆搞鬼之作啦，百看不厭啊！我覺得係。咁呢套我就最近呢2個月先第一次睇嘅，咁一路都聽過呢套戲，但係就一直都未有機會睇啦。我睇完之後就覺得呢套係一套表達緊對電影一種純粹嘅愛啦。咁啊，詞窮啊，呢套戲係講啲乜嘢嘅咧？呢套戲呢就係講金融風暴之後，市道慘淡，百業待興，職業殺手阿伯被逼轉型，收錢殺人之餘呢，仲要拍下行兇嘅過程。於是佢就揾咗屈屈不得志嘅副導演阿全一齊合作，大展拳腳，買兇拍人。咁胡迪啊，套戲有啲咩咁正嘅位啊？咁呢套戲咧，其實都用咗好多好有創意嘅表達手法啦。一開場啦，你已經見到佢哇啲好生鬼嘅動畫啊，做 credit 啦，咁 show 啲殺人指南啊，好似嗰啲卡啊或者啲路牌咁樣。好搞鬼啊！另外有個位都幾深刻嘅，就係佢會重複用到一啲快閃嘅想像嘅場面啦，咁就用相片形式表達啦，即係例如個監製2個鐘任做，咁佢就想像緊俾人任做嘅畫面啦。咁另外有個我覺得套戲最正嗰個位啦，就係其實一個 montage 啦，佢哋講佢買兇拍人嘅過程啊。達明啦就將啲受害者啊綁咗個 cam 落佢哋身度啦 ，body cam 啊，咁就一路跑一路奔波，跟住就影住佢哋啲表情，即係成個過程就好有 feel，好有 feel，係好窩，好有 feel。然後再配合埋啲輕快音樂啦，好有 QT 嘅風格咁樣。係啊，咁而電影咧表達咗一個主軸啦，就係馬死落地行嘅變通啊！套戲咧妙在咧就打破咗殺手嘅神話啦，表達咗殺手咧其實都係一個普通人啊，都要供樓啊，都要養家啊，都要貼地啊，將佢哋冇錯啊！適逢金融風暴之後，市道都慘淡啊，反映緊一啲社會嘅時弊啊，引起咗一啲觀眾嘅共鳴啦。而導演都講過啊，如何喺逆境之中堅持自己嘅夢想，係佢最想喺電影入邊表達嘅東西。而隨住劇情推進呢，無論係殺手阿伯啦，同埋阿全啦，其實佢哋都面對緊各自一啲難題啊。咁佢哋就點樣喺個逆境入邊再堅持自己嘅理想呢？就馬死落地行啦。係啦，咁就係呢套戲嘅一啲想表達嘅嘢咯。係咁，另外呢套其實都反映緊即係香港電影業嘅文化啦。講緊香港電影啊，即係尤其是喺呢啲低成本嘅製作啦，拍攝現場會特別窩。可能70、80年代香港電影蓬勃嘅時候啦，好多嘢都係即係靈活變通啊，就地取材啊，揾條街就可以開拍㗎啦。就唔使好似而家咁又封路又成咁。係啊，套戲入邊啦，阿全就畫一啲深衫啊，俾個替身着就算啦，咁樣真係頂住先，頂住先咁樣。所以成套戲就好窩啊，好有呢種精神咯。Okay. 而套戲入邊咧，阿全都講過啦，佢學到一樣嘢就係補拍啦，喺香港電影入邊。咁其實香港電影咧一直都存在住呢一種補拍嘅文化嘅，補翻啲 shot 啊鏡頭再補拍翻啊，然後再完整翻嗰套作品咁樣啦。咁就有個例子啦，就係李小龍嘅嗰套死亡遊戲。冇錯，拍下死咗啦個主角，冇咗個主角佢都可以靠啲替身啊，靠啲借角度啊去補拍晒成套戲出嚟啦。咁啊呢個補拍嘅文化其實係一直都源遠流長，一直存在住啊。咁都係個特色嚟嘅，係香港電影補拍嗰一 part 啦。其實另外都講嘅一樣嘢就係諷刺緊拍攝嘅主導權啊，成日都會俾人干預啦。例如喺製片商啊、監製啊，就會喺啲拍攝期間就胡亂去插手啦，加啲嘢啊咁樣，係加啲諗到乜就想加乜咁樣。咁其實最終就會走咗導演本身想表達嘅一啲原意啊，本末倒置咗咯。係啊，胡迪，不如講下啲演員啦。係啦，咁呢套戲啦，就2位主角其實都係一啲經常擔任配角嘅演員。咁但係呢套戲就擔翻正郭文輝同埋張達明啊。咁呢套戲啦就俾足夠嘅空間發揮翻佢哋個人嘅喜劇風格。咁佢哋演嘅角色都係一啲 underdog 啊，身處逆境啊、劣勢嘅一啲角色啦。作為觀眾啊，都好容易會想企喺佢嗰邊啊，睇到佢哋成功啊。咁
咁講一講郭文輝先啦。咁飾演阿伯呢個角色啦，咁佢呢個殺手嘅設定啦，其實同佢本身嗰個形象都幾大反差嘅。即係行運一條龍啊，算死草啊嘛，即係戇鳩鳩咁嘅角色。係啦，呢套戲佢就因為個角色設定啦，都會假裝嚴肅咁樣啦，但係對住啲荒謬嘅情況，即係套戲嘅唔同嘅情節啦，都會露出佢一啲滑稽嘅搞笑嘅演出啊！呢個之間嘅拉扯都幾有趣。咁另外就講下達明啦，做呢個阿全，佢就飾演一個有理想又有啲浪漫嘅一個角色啊，經常都會講經啦，講下啲好多原則啊，係一啲電影嘅原則咁樣啦。其實佢都係呢套戲嘅靈魂人物啊。咁啊，相信導演其實都放咗好多自己嘅情感入去咯。咁可能係啊，導演本身對電影嘅熱愛啦，或者佢嗰種為勢所逼之下仍然堅持理想嘅一個信念咁樣咯。係咁，其中一個場面我都勁深刻嘅，就係佢剪片做後製嗰陣時啦，佢話爭個尾，爭個尾，爭個尾，其實就表達緊佢對電影藝術嘅一份執着咯。即係其實我都幾感嘆。點解呢？後期真係好重要㗎，香港電影就係衰喺呢度啊！我哋做完 YouTube 都了解到，深深咁了解到一樣嘢。可以係咁，另外呢套戲嘅道具啦，同埋場景都好特別嘅喎。有咩特別呢？咁例如係阿全嘅屋企啦，咁其實成件事都好就地取材啦，擺好多 poster 啊，有埲牆喺度釘晒木咁樣，跟住透啲綠色光出嚟咁樣啦，即係成件事都好 makeshift 啊，即係揾到咩翻嚟就擺乜咁樣，即係令到佢屬於阿全嘅一個小天地咁。即係電影小天地。係啊，即係令我聯想起一啲 Tim Burton 嘅一啲場景設計啊，真係好怪誕啊咁樣嘅感覺咯。咁另外啦，郭文輝個殺手嘅造型都好突出嘅，就係致敬咗呢個經典嘅殺手造型啦，就係阿倫狄龍嘅呢個獨行殺手嗰個 look 啊，幾有型，着住一個戴住頂帽啊，乾濕褸咁樣。乾濕褸係啊，都係表達緊佢哋以自己偶像為精神支柱啦嘅一個主軸咁樣。不如講下導演啦。好啊，呢套戲咧就係導演彭浩翔嘅作品啦。咁彭浩翔咧，佢嘅作品咧一向都係緊貼社會啦，有一啲黑色幽默嘅表達方式啦。電影類型咧都係啲荒誕嘅類型。買兇拍人咧就係佢嘅處女作啦。據傳咧係用50萬嘅低成本，用15日咁短嘅時間咧就拍攝出嚟嘅一鳴驚人嘅處女作啊。咁雖然最終咧只係獲得177萬嘅票房啦，咁不過咧而家咧已經係被譽為一個溝嘅經典啦，會翻睇啊，好多粉絲啊。冇錯，咁而呢套戲呢，就係導演佢一個半自傳式嘅作品啦。如何現實咁樣去追夢呢？咁就係阿伯啦，同埋阿全啦，佢哋都面對緊嘅問題啊。佢哋好有理想啦，但係就迫於現實呢，就要好踏實咁樣去找尋自己理想，喺一個有限嘅空間去揾一個出路咁樣啦。呢套戲都係表達咗佢點樣喺逆境之中堅持自己嘅理想咯。講緊阿彭浩翔投放咗好多個人情感入去啦，特別喺達明嘅演出都流露出佢對電影嘅真誠，咁都幾打動到我呢一 part。係講咗好多自己嘅嘢咯。係啊，咁佢就有好多出名嘅作品啦，咁就例如《志明與春嬌》啦、《大丈夫》啦，同埋低俗喜劇啦。咁當中都係一啲社會嘅小人物啦嘅一啲荒誕嘅故事啦，幾貼地啊！係啊，低俗喜劇都係延伸出嚟啦，佢嘅一啲可能好個人嘅經歷嘅嘢，咁就拍成一啲電影喜劇化去煲大咁樣。呢套戲嘅處理都好似。係啊，低俗喜劇入邊啦，其實佢諷刺緊嗰樣嘢就係即係香港電影業嘅另一邊啦，即係嗰陣時10年代嘅一啲係內地合拍嘅情況啦，即係例如暴龍哥咁樣。哇！堅持要拍呢個官人我要咁，杜汶澤其實都要為咗滿足委曲求全啊。係啊，見到好多電影業嘅影子喺呢啲咁嘅小人物故事入邊咁咯。我哋嚟到 trivia 嘅環節啦。買兇拍人呢套戲咧，喺當時嘅票房咧只有177萬啦，唔算得上係相當成功啊。不過後來咧喺影碟上咧就相當之受歡迎，而且仲衍生咗一啲惡搞嘅一啲鹹片作品啊，叫做買兇拍淫啦。你有冇睇到？冇。
咁戲入邊阿全咧收大麻當出糧咧，都係一啲佢導演自己嘅真人真事嘅經歷嚟嘅。咁你覺得個打邊爐落大麻嘅情景又係一真實嘅經歷？ Who knows？ 哇哇 we 話。哇！而家電影咧，佢其實刪減咗阿全咧，佢回憶第一次做導演嘅經歷啊。咁就係一個非法賭檔入邊咧扮導演，咁遇到差人查牌，咁就解釋啦，喺度拍緊戲啫，阿 Sir。雖然咧呢段俾人鏟咗啦，但係喺2012年低俗喜劇呢套戲入邊咧，就再次出現翻呢個類似嘅橋段，就由呢個攤叔嚟演繹啦，係啦。呢套戲都好就地取材啦。咁套戲入邊嘅角色咧，其實都係取自於電影嘅工作人員嘅名㗎。咁例如係阿達明嘅名啦，叫做李棟全咧，其實就係嚟自於本片嘅剪接師啊。咁都好配合翻佢個角色本身啦。咁阿伯咧，呢個名就係嚟自片頭嘅設計師嘅阿伯啦。關於獎項方面啊，彭浩翔呢套戲就係佢自編自導啦。咁連同住阿谷德超咧，就係呢套戲嘅另一位編劇咁啦。呢套戲啦，就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咧提名最佳編劇，香港電影金紫荊獎咧就獲獎添啊。所以就話劇本寫得好真係好緊要，香港電影就係衰喺依度啦。另外有個小嘅故事啦，片尾入邊咧都 show 到阿全咧都喺金像獎就攞咗最佳導演咁樣嘅。呢場戲咧其實都係谷德超偷拍翻嚟㗎啦。咁就話説咧喺《買兇拍人》開拍之前嗰幾個月啦，就喺呢個19屆嘅金像獎度啦，呢套戲嘅配音師咧就獲得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嘅。咁谷德超就叫阿達明啦攞住個獎喺紅地毯度走嚟走去咁啦，佢就喺側邊攞住部 DV 偷拍，咁最後就將呢個片段擺喺套戲入邊咁樣。咁其實達明啦，最後其實都喺呢個《麥路人》嘅演出咧，真正咁樣獲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有 feel 有 feel。咁我哋一句到尾啦。我嘅一句到尾就係呢套戲係彭浩翔一鳴驚人嘅黑色喜劇，值得一睇。我嘅一句到尾啦，我就想引述翻馬田史高西斯嘅一句名言：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。咁呢套戲其實都秉承住呢個電影哲學咯。我係胡迪，我係刺窮，我哋下次再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愛用棍亂勾或者槍櫃，要右手要埋格粒底。哇！齋噏相計莫制，永遠與客戶聯繫，收得邊算係貴喎。Everybody shoot, ready? Everybody shoots.